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。今日咧帶大家嚟睇呢個位於大坑徑8號嘅豪宅碧蘭閣。呢度咧就採取兩梯兩伙嘅設計，而實用面積咧就係1255尺，採取3房1套嘅設計。另外咧仲有一個露台同埋車位添喎。另外咧呢度仲可以望到部分嘅維港景，景觀非常開揚㗎。尺價咧而家亦都幾吸引，帶大家嚟慢慢睇下呢個單位先。由大門口入到嚟咧，我哋就見到呢個方方正正嘅客飯廳。而呢度咧，業主亦都裝修得美輪美奐，一張6人嘅大餐台、吊燈同埋一個地櫃。而客廳呢邊咧，亦都有一張3人嘅梳化、貴妃椅同埋一個電視櫃。對出咧就係一個落地玻璃嘅露台，露台景觀咧亦都好開揚。前面咧就係維多利亞港公園嘅方向，中環中心嗰邊咧仲可以睇到部分嘅煙花景喎。而呢個單位咧亦都非常之開揚。而呢個寬闊嘅大露台咧，養花。朝頭早可以擺一張 coffee table 喺度食早餐，都好寫意㗎。而呢個客飯廳咧方正實用，業主咧將呢度裝修得唔錯喎，做咗假天花，儲物空間亦都好足夠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入去主人房度參觀咗先。一入到嚟主人房咧，前面咧就有個地櫃。呢度咧擺咗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景觀咧就同客廳個景觀係一樣嘅。呢邊咧有一組電視櫃，而呢間主人房最特別咧，呢度就有個好大嘅 walk-in closet， 兩排嘅衣櫃。擺到大量嘅衣服，而呢個浴室咧，亦都採取咗一個企缸同埋浴缸設計，空間感都幾大㗎。我哋參觀呢一間業主改成書房嘅位置，呢間書房咧面積都好大喎。景觀都係望返維多利亞港方向啦。L 型嘅大書台，有一大排嘅衣櫃，同埋呢邊亦都有個組合櫃喎。而第3間房間呢，業主喺左手邊就擺咗一個大嘅衣櫃，前面呢有一張單人床。而呢個浴室咧就採取咗企缸嘅設計啦。而業主咧喺大門旁邊咧做咗一個好大嘅鞋櫃。咁我哋入去廚房參觀下先。一入嚟咧，左手邊咧有一個焗爐同埋微波爐，一個大雪櫃。而旁邊咧，呢邊亦都有一大排嘅儲物櫃，儲物量都可以話係非常之豐富啊！呢度咧有一個好大嘅台面，3頭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一個吊櫃、雙星盤、洗衣機。而廚房咧就望返後面嘅山景，上面咧就係渣甸山嘅位置。而廚房旁邊咧，呢度就有工人房同埋工人浴室。碧蘭閣咧位於大坑徑8號，呢度附近咧有巴士同埋小巴去銅鑼灣同埋中環。
另外附近呢，亦都有一個好大嘅 supermarket，環境呢喺半山，所以呢環境氣氛都非常之清靜舒服。呢個單位嘅裝修都幾新淨，或者呢可以為大家慳翻啲裝修費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呢個單位嘅話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